我講你都唔信，就係話琴日大風大雪，諗住今日可以休息下啦。因為我曾經講過話，要做閱讀嘅時候咧，宇宙一定會俾個好大嘅太陽我，個太陽就係喺度啦。所以許願老師係冇得休息嘅，最低限度今日係唔攞得休息。我以為可以休息㗎，因為琴日大風大雪喎。究竟我同邊個傾緊偈咧？處女座，處女座啦，你2025年嘅4月無限感慨在這天咧，有咩嘢去令到你會有無限感慨咧？就係有一啲無限嘅想法同無限嘅主意同埋無限嘅 ideas。咁所以你第一張牌攞出嚟嘅就係 unlimited ideas 同埋 wheel of fortune，有幸運之輪咧去推動你呢啲咁嘅想法咧，去令到你2025年嘅4月咧可以做啲令到你好有感慨嘅東西。呢啲東西係乜咧？我哋一陣間再睇落去啦。但係一定係有幸運照住你嘅，幸運去支持住你去做呢樣嘢。佢話 Your mind is one with universe's unlimited infinite mind。因為你唔好諗住你一個人好似好渺小咁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唔渺小嘅，因為我哋嘅能量係同宇宙嘅能量係連結在一齊噶嘛。而嗰個能量係無限噶嘛，好似無限感慨咁，又係有無限嘅思想或者無限嘅智慧咧喺呢個宇宙度俾我哋去用，只不過係我哋識唔識得去用咁解啫嘛。所以你第一張牌話你有咁嘅幸運啊，你有幸運之輪去推使你去用呢啲無限嘅能量。10號牌。咁啊，睇下你第二張係咩啦？繼續係 Major Arcana，你攞到星星，唉，代表你嘅願望成真啦。即係話你呢啲無限嘅思想係會帶俾你嘅夢想成真。Therefore you have complete access to unlimited ideas, guaranteed to bring blessings。你就會有無限嘅加持，去令到你呢啲夢想成真。等到你可以有無限嘅感慨，係今天或者明天或者每一天。其實我都唔使再攞第4隻牌啦，因為對我嚟講已經清清楚。攞啦 Two of Pentacles，錢牌出現啦，就係話你會係你睇佢踩住單車，非常之靈活咁樣掟住2個金幣，一掟就2個變3個，3個變4個，4個變5個，5個變6個。記住金幣唔係淨係代表錢㗎嚇，金幣可以代表你嘅健康，可以代表或者上任何嘅一切啊。所以呢一個2號金幣牌咧，就喺2張大嘅主牌裏邊咧，話俾你聽，你只要決定唔好掟嚟掟去咧，你就有無窮嘅能量去支持處女座你做好你想做嘅嘢，喺呢個2025年嘅4月咧，去令到你無限感慨在這天。再攞多張牌啦，係咩咧？第3張 Major Arcana， 處女座你好運到不得了，3張 Major Arcana 英皇出嚟啦，即係話你係站於高位喺大英皇嘅位置，高高在上睇住呢件事，係一定會成功。因為哪怕你而家係有少少唔知點，但係你非常之平衡咁樣掟，一路掟到你呢啲咁好嘅思想、咁好嘅 idea， 無限嘅 ideas 變成無限嘅夢想成真。呢啲無限夢想成真咧，希望係受益於好多好需要呢啲願望嘅人，包括你同埋你身邊嘅人，同埋一啲有需要嘅人，同埋呢個地球，同埋地球其他人係。因為你處女座有咁好嘅運氣，有咁好嘅支持，咁嘅能量去令到佢哋嘅生活同埋佢哋嘅一切咧都係比較美好咧，先至令到你嘅人生有無限感慨。因為你幫到好多人，因為你幫到自己，因為你要攞到嘅金幣，你會由2變成唔止10咁多。嗰啲金幣唔止係錢，而係可以滿足到好多有需要嘅人，令到佢哋嘅生命更好。所以恭喜你，無限感慨，在今天，在明天，在每天。